再来看婚礼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，伫月初出车祸不幸过往，因为伊伫20当前捌甲一个中国的查某人结婚，户口拢无去注销，所以必须爱伊的中国太太来领遗体。家属是向民意代表来申请，望讲会当来协助因办后事。这个月初6，住伫婚林西里58岁姓李的查甫人因为车祸过身，伊的家属接到通知，要甲遗体领倒去办后事。却因为这个查甫人20年前捌互赶去中国办假结婚，事后嘛无注销结婚登记，造成家属无法度甲遗体领登去。因为检察官是当时是跟我讲，因为配偶是第一顺位，然后他如果没有出现的话，他们也不敢直接发给我们处理这样子。姓李的查甫人家属表示，无法度办后事，说是爱纳贵33冰柜的费用，才会甲当地议员申请。根据了解，迄当阵结婚地检不起诉处分，中国的假配偶嘛无入境的资料，即阵若要找着人依法办理，恐惊是了时了工。希望能够寻得司法单位以及我们县府行政单位的帮忙，来帮这个往生者解决这个问题，让他早点入土为安。昨天已经通过县警察局的取得检察官的一个认定已经开立死亡证明，还通知家属联会婚林地检署表示，姓李的查甫人配偶栏并无注销，第一时间才会要求家属要由第一顺位的配偶甲遗体领登去。不过后续是已经经过相关的单位理清甲认定，而下晡已经甲死亡证明书发给家属，由家属甲遗体领登去办后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